光头党，光头党厉害，找事赶到学校来了，别怪金不客气。他妈没长眼睛啊！哎，得，同学，高二班宿舍在哪儿？是吗？走。问问你什么？我高二班宿舍在哪？同学，李玉忠住哪个寝室？你们找他干嘛？哪个寝室？就那个门。你干什么呢？大头哥，你就是李玉忠？对，就是他，给我抓起来，往死里打！虎哥，怎么了？李玉忠被一群校外的人堵在宿舍了。走。疯了吗你？李忠被人打了！现在进去有什么用？快去找老师！快呀！打人有大量，你放我吧，我错了。放你也行，把你上次那老师给我叫过来。他妈还敢耍花样！既然你这么仗义，大头，你来。你行不行？不行，你来。没你们事，出去。飞哥，他就是李玉忠老师，是我，你们谁啊？我们光头党的。哦，光头党，光头党厉害，找事赶到学校来了，别怪金不客气。学校不是你们来撒野地方，是不是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李玉忠的班主任。李玉忠，对待流氓呢，就应该比他们更流氓，明不明白？